来就是先帮他来做书面的这个申请登记联署的部分。那很遗憾的5点半到了，那中选会却不愿意受理，那我们请他调录影带，他也不愿意调哈。那就这个部分呢，这是。就是违反了这个选举公正的一个情况。那过去我父亲黄石仁在当县长的时候，在当主委的时候，其实他在这个部分呢，其实都非常的公允。如果今天我们5点半之前进来，他其实就应该要让我们有登记受理的一个机会。但是呢，5点半进来之后，因为这个我们的主委可能事先已经先讲了话，然后这个部分就后面的人就不能够受理登记，这个部分我们认为不合理，因为每一封是5点26分写上去的。那我进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他的后面，那当然是5点28分就已经进来到里面了，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遗憾。谢谢。初选作弊不要，大选又作弊，李进勇不妙理。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告诉柯市长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出来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来的部分，我想柯市长你们不出来，李进勇下来，不处理，李进勇下来。我建章麦当劳。你先说。我想这个柯市长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出来参选，那非常的遗憾了。我们事先在这个地方来，就是先来帮他做书面的这个登记联署，但是呢，这个中选会已经不愿意再受理了啦。那至于柯市长，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人今天去市政府，希望他能够出来。我相信这个部分呢，市长也应该感受到所有选民的焦虑跟不忍了。因为现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又是蓝绿对决的一个情况，台湾永远只有蓝绿，没有是非了。有市长的委托书吗？我想我刚刚已经提过了，就是大家都是希望市长能够出来参选，所以我们其实大家都是自发性的来这个地方，先帮市长在这边先做这个联署的这个受理的登记。那市长他是不是已经在路上，或者是他会不会来我相信呢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现在也不需要讲，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受理了纵使他来了也没有用。这个中选会非常不公平。我们民众党在5点半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来到了现场。5点半之前，5点26分，我们就看到上一位就是登记联署的雷锋开始执行登记。我们5点28分就到现场，结果没想到中选会就直接以压霸的手段，不让我们民众党开始进行这后续的一些登记，这个非常不公平。我们觉得他在登记的时候，联署登记的时候都作弊，那何况之后的大选，我们人民要怎么看？谢谢。谢谢。李进勇下来。